總價先8-9萬嘅海邊別墅有冇見過啊？上下3層㗎，裏邊1樓大嘅會客廳位置，左邊入門位置，左青龍。睇翻裏邊廚房，最啱就係呢種精緻嘅小別墅啦。呢邊長輩房，採光非常之猛。養老度假生活，落到嚟地下室咁大嘅空間，就個溪房完全 OK 㗎。睇下佢邊啦，咁陰涼嘅地方整埋個酒窖俾你，到時裝埋盞燈咧就唔會咁黑麻麻㗎啦。睇翻裏邊仲有個工人房喺度嘅，個採光連住個天井，採光完全好足㗎。呢邊仲有個雜物間位置，夠晒房全部雜物啦。喺2樓每日都望咁靚咁大嘅海景，呢個主人房淨送一半面積嘅都係。嗱，睇翻呢度咧，仲有一個好大嘅衣帽間位置，再出去衛浴間。再淨送埋一大半嘅露台俾你。2樓個大露台係連接翻兒童房嘅，令小朋友可以更加親近翻大自然。總價呢個8-9萬嘅珠海海邊別墅，你有冇中意啊？中意嘅 call 我私信你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